即条要来举行罗启明传道师、洪立牧师感恩礼拜，即条来奏乐，会众请起立，地会员进场。请坐。伊所想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车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列位主内兄姊妹，照台湾基督长教会宪法甲规则。罗启明传道师已经受到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监选通过，也得到中会看作妥当。即时组织者照礼典来奉立原主祝福这个礼典，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0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七水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互我灵魂静夜之路，带我行伊的路。我虽行过深山谷，免惊死无勇武。虽有危险，免惊灾害，因为我主同在。你的骨，我心有保庇，免惊为父亲，对地面这百姓言下，我大喊高扬。伫我头壳，朋友来我，我的背满满，稳定主笔的卡的我，到今之时无所。我们也望快乐安住，也可花月出。咱有缘徛地，来用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个别三角来个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里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是价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咱甲上帝隔阂。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势溃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高殿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信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用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要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温数，破坏人万面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请坐。请咱同心三个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主，听阮的上帝，你听阮，就是伫阮还未出舞台的时，你就定着竞选阮；你听阮，就是伫阮软弱，甚至抑阁是活伫罪恶中的时，主，你就竞选阮。因为你的听，因为你的恩典甲怜悯，互阮软弱有限的人，若受你竞选，阁受你差派，受托付，甲主你三甲有分。伫救人灵魂伟大的工程，主为着安尼，阮献上感谢，因为阮是何等的人，太好会通甲主你来担当三角有份伫抢救灵魂的行列。主为着安尼，阮若献上感谢，特别伫即个金下晡的时刻，阮用着感恩，佮用着欢喜甲大求的心。伫即个所在来参与上帝你家己亲自所呼召、所差派的工人，如启明传道师、方立牧师的特会礼拜。天父，阮特别伫即个时阵，阮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就大大来充满伫你中心的罗卜启明传道的身上。主，阮知，伊伫伊细汉成长的过程，得到老爸家庭好的栽培，以及水信仰的典范，看见十大人伫传道生涯顶面满有上帝恩典甲祝福。上帝，你就将即款的使命甲意向也放伫启明传道的身上，互伊会通伫心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要成做上帝你中心好的采用，所以主，阮特别伫即个时刻，求上帝你的圣神加倍恩典、气力，甲你的罗卜启明传道三角同在，帮助伊，互伊今仔日伫即个所在，要甲主你重新立约，来成做上帝你中心的工人的时刻。主你互伊搁一摆较清楚来敲吹。
来确认上帝你早前伫伊生命中的呼召，因为呼召若有偌清楚，回应甲使命就有偌坚定。使命的人生的确带出快乐毋茫的人生。主求你帮助你的囝儿启明团队，互伊一生的年日勇敢回应主你的呼召，亲像早前的保罗伫大马色的路，成做一世人甲主立约真坚定的基础。所以求主你特别甲启明团队三甲同在，互伊伫此去以后一生的年日服侍道路，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困境，还是脱界，互伊无忘记着主你甲伊共同的立约，互伊重新超找着快乐，面对着宣告困境中间所有的脱界，大大来完成主你所托付伊的使命，来成做你忠心荣耀的器皿。主求你帮助阮，用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运行，嘛甲你的罗卜三角地地，也甲阮在场所有同信的兄弟姊妹三角地地，通过阮今仔日的这个特会礼拜，通过特顶课伫这个礼典中间的进行，搁一摆，阮在场所有的兄弟姊妹来显明上帝你的心意。主你话命的话语，通过圣经，通过诗歌，通过启应，阮每一个人讲话，互阮超揣着主你伫阮生命中的托付，来活出生命的快乐，生命的愿望。阮将今仔日的智慧、恭敬、仰望交托，愿圣神伫阮的中间自由做工，显示阮有一粒柔软、拍开的心，来接受上帝你话命的话，来成就阮生命得胜的快乐。阮伫你面前，安尼同心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记载伫箴言13章20節，甲智慧的人三角行，为正做智慧；甲愚妄的人做伴，为受损伤。雅各书1章5節，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这碟咱要来赞美，我心而乐上帝，富强教会圣歌队。主
咱感谢咱福强教会生活队用真水的歌声，助咱来学乐，感谢咱的上帝。上帝宝贵的话是咱脚前的灯，也是咱路上的光。咱所读的经文，箴言第13章20节，安尼讲，甲智慧的人三角行会成做智慧，甲愚妄的人做伴会受损伤。这句要紧的上帝话，有人甲记伫心底，有人放伫脑海中，也有一位阮台北的罗长老，伊将即句金句甲搭伫伊的车的后壁门啊。伊用即段经文甲搭伫车的后壁门，咧提醒伊家己，也是咧提醒行过的路人，军队伫伊后壁迄台车，互咱通知影，着甲智慧的人三角同行，做人处事，咱就有智慧。这智慧的人，所以伊有智慧，伊是对上帝遐来得到的智慧。人真做智慧的人，是通过上帝的话，箴言第9章第10节有甲咱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个善的，就是聪明的。换一句话讲，人要有智慧甲聪明，大先人都爱敬畏上帝，认真追求敬拜耶和华。所以咱对这段经文的中间来提醒咱，敬畏耶和华是得到智慧的根本。这个根本伫希腊原文叫做 Tehera，Tehera 伊有开始甲修仙的意思，也就是讲敬畏上帝是咱得到智慧的第一步，也是咱得到智慧的开始，也是咱基督徒一世人无止息的追求的目标。阿们。所以对安尼，互咱通了解，咱必须爱继续不断日日亲近咱的上帝，仰望咱的上帝，求伊赏赐咱智慧，安尼咱人才会通成做一个智慧的人，并且借着智慧来保全咱的生命。毋若得到智慧，因为智慧来保全咱的生命，搁较要紧，伫关键的时阵，愿意奉献咱的生命。所以毋若单单得到智慧。智慧嘛保守咱的生命，搁较要紧。智慧嘛鼓励咱来奉献咱的生命。所以咱伫耶稣基督的身躯，咱会当看见到伊怎样用智慧伫世间待人处事，宣扬福音，并且伊靠着智慧来保全伊身躯的肉体，以及免得伫伊还未为着世间人定是为个进前来受到杀害。咱会通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40到第50。会通阁看见到耶稣基督面对着律法甲人的生命之间的冲突的时阵，伊安怎去面对？法利赛人掠到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伊讲：“先生啊，这个妇人人拄行奸淫，互阮掠着，这就是现行犯。耶稣摩西的律法命令阮，都用石头甲钉死这个妇人人。当耶稣，你安怎讲？”你心内若是你要安怎讲？主耶稣基督已经陷落伫两难的危机，一难就是律法袂通好违背；第二，犯罪人嘛有需要机会立业来悔改，要安怎？若是咱要安怎来回答？伫这个危急生命得到考验的时刻，免怎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免怎讲出智慧的话来保全这个妇人人。以及保全耶稣基督的本身，同时也阁会通维护遵守律法的。这只有对上帝遐来的智慧，只有是智慧的本身，才有法度两全其美，和平伫遐来落幕。同时也互这件事情的顶悬，互咱看见到智慧，甲得到智慧。而且咱知影，当耶稣基督伫迄当时回答若讲毋对一句话。正人的石头，毋是落伫迄个妇人人的身躯，有可能是落伫耶稣的身躯。咱感谢上帝，迄个时阵智慧的源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展现出伊的智慧，讲了一句智慧的话。伊讲：恁中间无罪的人会通大声用石头钉伊。当你讲这个话之前，耶稣伊家己安静居伫土骹，咧缓和群众的情绪。平静正人的气质，然后伊讲完一句话，讲：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大声用石头来甲钉。讲完了时阵，伊愿互人有面子，莫去看正人。伊阁举咧，伊愿伫遐写字，写啥物字？我咧约
可能写阿加佩。当即句智慧的话一个讲出了时阵，随时唤醒众人的良心，显出着人要陷害耶稣的这法利赛人因歹的念头。众人听了后，大细细一个拢离开现场，就是离开定人的罪的位置。毕竟因深深去了解，只有上帝才有资格甲人审问定罪。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拢是欠上帝的恩典的罪人。然后耶稣基督对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讲：我也无定你的罪，打去无得过犯罪。而且咱而且看起到耶稣用智慧唤醒人的良心，毋若保全伊家己的性命，无干管着上帝律法，伊也讨办这个妇人人的性命。而且这就是智慧保全人的性命一个真水的例。兄弟姊妹，智慧的人毋乃保全人的性命以外，智慧也会互咱知影伫什么时阵爱奉献出咱的性命。智慧毋若咱得到，毋若咱本身伫遐来得到保全，更较要紧，伫需要的时刻来奉献咱的性命。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勇敢背起十字架，行往苦苦卡伊的道路，来为着世间人牺牲伊家己。这款属灵的榜样，后来嘛影响到咱教会第一届的殉道者，就是司提反。司提反伫《使徒行传》第6章到第7章的所在，甲咱讲独独司提反互圣神充满，注目看到上帝荣光。耶稣徛伫上帝的大屏，就讲：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因大声嚎叫，黄耳孔，同心委屈伊，赶伊出城，用石头要钉伊。最干净的人将因的衫来下伫少年人叫做扫罗的骹前，因用石头钉司提反。司提反求讲：主耶稣啊，接纳我的神！主耶稣啊，接纳我的神！佮跪咧大声讲：主啊，无得将这个罪归伫因。讲煞伊就困去啊！咱看起到司提反怎样用智慧来为主来做见证，甚至伫关键的时刻，伊愿意，伊无多想奉献伊家己的性命。所以讲，在座兄弟姊妹，咱爱真做智慧的人，得到智慧，借着智慧来保全咱的性命，像是伫关键的时刻，愿意来奉献咱的性命。阿们。这是你我追求智慧、过智慧的人生的目的。因为咱得到智慧，毋是单单要申请专利、赚大钱、投资理财，只顾家己的利益。而且所讲到的智慧，箴言第13章20节所讲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甲智慧的人相同行。咱要哪去得到智慧？箴言第13章20节甲咱讲，甲智慧的人相同行。简单来讲，就是甲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基督同行，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伫你甲我的人生的内底，陪伴咱来行，安尼咱就会通得到智慧。阿们。咱要哪甲耶稣基督主耶稣相同行，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伫你甲我的人生的道路。第先，咱来互耶稣行伫咱的头前。阿们。要甲耶稣同行，先邀请耶稣行伫咱的头前来引带咱。因为伊是咱的牧者，咱是伊的羊。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就无欠过半项。耶稣行伫头前，引带咱，保护咱，免受到攻击。互耶稣基督行伫咱的头前，主要是爱咱看啦。咱知影一个师仔咧学功夫，就是伫边仔看。互耶稣行伫咱的头前，就是爱咱看。伫看的过程中间，观察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伫地面上安怎行，安怎行踏，安怎讲话。简单来讲，就是学像耶稣，亲像耶稣，这道理咱就会通得到智慧。咱要来甲耶稣基督智慧的源头相同行，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伫你甲我的人生，陪伴咱行呢。第二，咱来互耶稣行伫咱的正边，或者是行伫咱的倒边，互耶稣基督陪伴咱伫咱的身边的左右，互咱来听探伊的教示，因为边仔咱有法度讲话嘛。你头前只有看尔。邀请耶稣基督，毋若伫咱的头前，嘛耶稣基督徛伫咱的正边，徛伫咱的倒边，有时甲咱扶持，有时甲咱安慰，有时咱甲伊分享。
也就是讲，咱爱问耶稣啦。咱要咱问耶稣，就是常常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的灵修生活内底，求问主耶稣基督意思，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的羊群，咱若是伊的羊，咱只听耶稣基督的声。所以，现在伫咱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中间，其实就是邀请耶稣甲咱三个同行，行伫咱的正平，行伫咱的道平，通过咱的祈祷，甲伊交陪。有亮光启示，互咱来得到智慧，互咱的生命愈来愈成耶稣。咱会当伫旧约中间看起到大卫，大卫就是一个甲上帝三个同行的一个真好的见证。大卫面对着受敌非利士人咧交战的过程中间，伊毋是靠战术，也毋是靠兵力，也毋是靠伊的勇士。每一遍你甲看，大卫拢先求问耶和华。假使受敌共款共一条路来时阵，上帝予伊共款无靠家己的经验，伊先问上帝要安怎去面对。伊毋是靠经验，顶场安尼拍赢，就只安尼拍倒啊。大卫伊犹原求问上帝，因为伊邀请上帝甲伊三个同行。啊，这咱要来邀请耶稣基督智慧的源头进入伫你甲我的人生，陪伴咱来行呢。最后。咱邀请耶稣基督行伫咱的后壁，行伫咱的后壁来甲咱提点，行伫咱后壁来甲咱指示，就爱行的道路。换一句话讲，就是用心听，唔简单是看，唔简单是问，嘛是爱听。听耶稣基督对咱的指示，透过信心的耳孔来听咱主耶稣基督的教示。虽然咱的目睭看袂到伊，总是咱依然信靠伊，伊伫咱的后壁咧甲咱看顾，咧甲咱保守。阿们。总讲一句，咱要得到智慧，就是爱甲智慧的源头耶稣基督三个同行。伫同行的中间，咱爱看、观察耶稣伫基督伫地面上安怎行踏讲话。除了看以外，咱嘛爱问啊。伫咱的祈祷中间，甲主有良性双方的沟通，通过祈祷读经，甲主交陪，追求伊的光照甲启示。咱嘛是爱耶稣基督伫咱的后壁来甲咱提点，互咱来听，用信心的耳孔听咱主耶稣基督对你甲我的引带甲感动，安尼你甲我就通过着智慧的人生。阿们。兄弟，咱徛起伫这个动乱不安的末日，活伫这个人生不熟、这个变化无常的人生，咱真需要有智慧的源头，耶稣基督来帮助咱。来过智慧的人生。牧师讲到这，我毋知影咱有较无要得到智慧也无。咱若袂，咱搁来读一遍雅各书第1章第5节，这是上帝互你甲我的指标。三个来读，请。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恁。所以总共来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当咱敬畏上帝有智慧了后时阵，咱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伫你甲我的人生，甲耶稣基督三个同行。互耶稣行伫咱的头前，看伊的做人，看伊的处事。互耶稣徛伫咱的边仔，甲咱扶持，甲咱，互咱来甲伊问伊，互咱有亲密的交陪。有时互耶稣基督徛伫咱的后壁，来甲咱指点着应该行的道路。当咱得到智慧了后时阵，兄弟姊妹。请咱毋通袂记哩，爱智慧会保守你甲我的生命，阿免。智慧嘛邀请咱，你需要的时阵奉献咱的生命归主使用，当心来祈祷。阿爸，阮的父上帝，智慧的源头，阮的主耶稣，以及感动阮，亲像老母甲阮阿条的圣神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伫舞台中间，你着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搁伫你的正义路中间，互阮受敬，真侪你所使用的路标，阮是何等的福气，帮助阮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伫阮的生命，互阮甲耶稣基督三个同行，互阮的人生中间有主伫阮的头前咧引带，互阮看，互阮学，
互耶稣基督来到伫阮的身躯边安慰阮，扶持阮，甲阮插掉的。有时这条福塞道路，有时这条人生的坎站，阮行袂落去，总是有智慧甲阮三个同行的时阵，阮就继续有规律行落去。主，当阮渐渐成熟的时阵，阮开始有信心的操练。你有时互阮伫旷野，阮徛伫遐找无人，总是主，你永远伫阮的后壁面，咧甲阮保护，咧甲阮支持。主啊，互阮一生成做一个智慧的人生，互阮一生毋若得到智慧，而遐满足，搁较要紧，互阮有智慧来保守阮的性命，直到上帝你看做合意的时阵，阮要将这个智慧的性命来奉献互你，互阮的智慧的人生成做你的见证。愿你的信息，搁再一遍激动阮在座每一位同工，特别甲启明传道三个弟弟，互伊用智慧甲耶稣三个同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接过来吟圣诗226首，愿打地主圣殿，咱徛起来吟全首。愿打地主圣殿，要行就日天嘞，罗布恭敬地主面前，尊你尊，愿主修所在嘞。心的纯洁，爱灵温柔的依然是心头汤的造就，所以的会同大，见得无多亏啦。用我真理，用心无悔，宽慨罪人还归。有时拄着困难，愿主开路帮助，天高路不是。要是个高山日日钦佩，得苦是给后因，不能做不专心，何处天罪，今天落步。会众请坐，这条要来誓约，来誓牧师的誓约，请启明团队起立。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按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规矩，奉立罗启明传道师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牧师，来担当咱的主所交托予伊的职分。所以，启明传道师就伫众人甲伫上帝面前来誓约。罗启明传道师，你担要领受牧师这重大的职分，你有确信这是对上帝遐来的吊命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最高的根据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啊无？你有承认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是起造伫上帝的话？若是后来你所信、所传、所行无合宜，你愿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矩啊无？好，这条咱要来按立来。请这个按牧团请出列。
心来祈祷。主啊，你是万分正人的上帝，我照着你所爱来拣选人来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阮家己的真相是可见的误会，后可犯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痛，伫你的囝的话，愿得到你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正人中拣选人家己同工，无有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关永远的圣工，有做人有稳定最成荣耀的性质，这是可见的荣耀。愿就用感谢来应答你的呼召，求你感谢你的慈恩和给人关照，为伫遮伫你的面前，搁再一遍甲你祈祷，奉免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罗国的歌手祈祷，奉免伊当做牧师来照顾你的灵魂。主啊，求你的神扶持阮，引导阮，帮助看顾。无给人看到成长对你的呼召的职分而加尽职，求你甲伊同工，让伊有几力来做好的实验，互伊会晓伫工作的顶端仰慕你，照你的旨意来引带你的灵魂，守住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灵魂的欠缺的需要，来及时帮助伊。互伊来牧养你的灵魂，时常伫清泉的草坡得到把助，伫清凉的溪水来得到止水干，伫田顶的树林内得到安乐。搁守住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灵魂来办杀性命，搁有耐心伫遐来挑选上帝你的灵魂。主啊，为着你守住伊有自信。亲像你抱其我囝，伫你的跟前，带因为门伫头前行。无论伫寒底、伫艰苦、伫富足，或者是悲惨，也求你保护伊袂记哩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受任做牧者，互伊会忠心职守，到伫审判台前，通互你得着学了讲，好好尽忠的罗卜。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会将请起立宣告：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台湾基督教会的官兵，甲奉台湾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接纳罗启明传道牧师做总会的牧师，煞通知互人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交代你。当你受接纳做牧师，就照顾着总会的事工甲人员，都无上帝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做甲你的家事，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就要互你本身甲听你信息的人得到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尊名宣告，阿门。一条要来受牧师福。谢长牧师是伊的爸爸吼，真有意义，今仔日会当为伊来请这个牧师吼。接纳接纳。
中长老吼。咱牧师了的时阵，咱来请这个总长老吼，长老。哦，中长老敢无人来？校长老敢是有来吼？哦，你比了后壁白他们我看无。班长长老，咱有中长老拢个做伙吼，来接纳。好，来请坐。这是要来请罗启明牧师来讲这个红牧师啦吼，有准备嘞吼。各位姊妹兄弟、牧长、各界的先进、同工、亲情朋友，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今仔日8月28是举办红牧的感恩礼拜，因为红牧是中会的特会，总会干事的团队的就任礼拜是9月27伫台北。讲到红牧这个词，英语讲 ordain， 其实伫咱的教会内面的意义真好理解。伊其实毋是咧强调神圣的职分，伊其实就是咧讲受命、接受命令的意思。如果若用最近的奥运来讲，咱所想到的就是使徒保罗用当时嘛真容易理解的运动会来譬如这段的经文。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裁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伫中央教会信托的内面，其实信徒该祭司，并无有神圣甲通俗的分别。所以其实牧师甲信徒同款，拢是运动员。检测就亲像专职甲大职的运动员的区别若定。牧师其实就是运动员，领受上帝任务甲命令，然后就开始跑走。无有退路，袂当留伫原来的所在，调准讲留伫起点，就已经走一轮。咱是要用重点、全力来跑走，为着是要得到发出命令的主人的欢喜。但是这段经文嘛，带予咱历史的反省。有人讲过去无重要啦，咱来向前看，毋通往后壁看。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过去的历史无重要啦。真正是安尼吗？其实拄好是倒边。运动员伫走标的时阵，一方面是咧看头前阁剩偌济距离，一方面咱是咧看后壁累积偌济距离，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历史学家E.H. 卡尔讲，历史就是现在甲过去之间永无停止的对话。人若是无反省过去，就袂会把握现在，嘛无法度展望未来。所以历史其实是真有 vision 的学问。
若是安尼，保罗咧讲，袂记得后壁的事是啥物意思咧？伊是咧讲，咱毋通消费历史，我们不要消费历史，你也家己做已经得到。所以有人讲教会真重视历史，望咱毋通夸口，咱的历史敢若走99.99%的公笑，咱是真正知影，若毋是上帝带领，咱无法度行到现在。佮较毋知影煞接的0.01要往哪里去？伫历史的面前，人应该爱真谦卑。煞接我想要分享一领运动衫的故事。可能恁坐较远，恁无注意到，这领毋是新的，无毋对，这领是破病的林丰中牧师的牧师娘李仁义牧师娘，伊甲伊的大礼服送互我，所以这个肩带有2条，其实拍1条就有够啊，一条是原住民的图腾。这领大礼服一方面是演说林牧师伊真勤俭的精神。一方面是咧纪念伊推动教会历史的辛苦。当然，这毋是伊一个人的功劳，乃是累积真侪时间、真侪人的关心。但是不可否认，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若是搁来对比明年总会主题“传承上帝国，创造新历史”。咱知影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咧讲，先知以利沙对伊的师傅以利亚讲：“求你将你感动你的神，互我相分。”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9节。然后以利亚上天的时阵，流落这领的外衫。伊真明确讲，这款的能力只会当出自上帝恩典，毋是人做会到的。所以这甲咱讲，其实历史就是安尼，历史的传承就是，无论是阳光的，无论是见笑的，无论是勇健的，无论是破病，无论是喜乐的，还是悲伤的，咱拢承接顶一代流落的一切。若是会当不断更新变化 （reform）， 这是出自上帝恩典。感谢上帝，个人受交代的任务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教会历史委员会甲历史档案馆。一个亲像是文化部，一个亲像是国史馆。这个职责就在伫文化的宣教，也阁有研究、典藏。望祈祷的内面会当按所在表来走，见证上帝国。米是乌底这款的能力，这就是人生的智慧。这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参与，做伙来跑走、传承、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感谢台南中会的特会员、甲暗牧团以及正牧长、兄姐的勉励。感谢总会事务所总干事甲同工的扶持。感谢富强教会、良田教会、高田教会以及正教会的疼心栽培。感谢台湾新学院各外学校师大的培养。感谢文化、政治、社会、学术界先进的指导。感谢亲友的参加甲带导，互咱做伙来写历史，因为有一天。咱嘛会成做历史，但是伫施行审判、甲拯救、掌管历史、甲世界主的面前，伊的疼永远无改变，甲咱同在。阿们。
我真欢喜伫遮特别来介绍咱今仔日新出炉的吼咱的罗克明牧师罗牧师会伫即个所在来做封牧典礼，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毕业了后就受派到伫咱的即个历史档案馆做主任。伫咱总会的规矩，就是若毋是牧会的传道，就爱归属一间教会来做有教会生活甲服侍。因为我当时拄啊担任咱的历史委员会主委，拄啊也伫台南吼，所以启明传道就迁职来到伫富强教会。这也是今仔日咱伫遮来举行伊的封牧式的即个原因吼。毋过更较深的关系是因为即个罗克明牧师，伊的爸爸就是咱的罗世昌牧师吼。伫1984年甲我同年毕业的，做伙伫平湖传道吼。所以经过35年了后，伊的囝儿封牧对阮来讲，感觉讲看到下一代更较优秀，更较传承，心内真大的安慰甲鼓励吼。所以我伫遮来介绍罗牧师甲伊的家庭啦吼。罗牧师呢，伊伫咧求学的过程非常的认真聪明吼，读册拢非常的优秀。伊伫大学时代捌先读这科学的，也是讲即个较属于自然科学这方面的课程。后来伊感觉伊的兴趣就是伫文史这方面吼，所以伫后来有读即个师范大学的历史，特别是读到博士班。伫个博士班的即个研习的过程中间，因为伊研究长老教会甲咱台湾的教会历史，所以伊也常时来到伫即个台湾神学院来修即个道学硕士。所以伊是先伫咱的传道书的训练完成即个任务来派传道。现在还阁是即个师范大学的博士的候选人。会使讲是咱新的一代年轻吼，真优秀的少年一辈的传教者。咱真欢喜，台南中会有伊加入伫咱即个中会的中间，做伙来服侍上帝，也用伊历史的专业来贡献伫总会，特别是这历史真要紧的即个收集以及推广这方面的工程，愿上帝继续带领。那我大先来介绍罗牧师的爸爸就是罗世昌牧师，甲师母是咱迄个妈妈就是李嘉勋师母。你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一下，嗨！伫龙田教会，伫龙田教会的牧养我来介绍罗牧师的太太就是咱陈千玲师母。陈千玲师母伫倒位，佫两个细囝高水的细囝，千玲师母千玲师母呢，伊本身是即个中学的老师伊的细囝大汉的叫做卢敬成系会，佫一个高水的细汉的即个卢敬新10个月感谢主一个真水的家庭求上帝继续带领。另外，我来介绍罗牧师伊的。这丈人甲丈母啦陈友信先生甲吴丽静女士有伫遮伫后壁面欢迎。恁丈人住伫倒呀？历史故乡伫倒？是彰化人真欢迎过来是咱罗牧师的小妹卢颂慧姐妹，佫伊的妹婿李秋伟执事。来小妹甲妹婿，拢佫真少年啦拢佫真少年。另外，咱也介绍即个罗牧师的阿哥卢新凤执事，卢新凤执事。另外是即个罗牧师伊的阿姨甲表小妹李嘉恩执事甲于诗莹姐妹嘉恩执事嗨。另外是咱的牧师的阿姑李家明牧师嘉明牧师甲阿金陈淑珍师母伫遮好欢迎。咱的嘉明牧师呢，现在嘛是伫总会伫总会的即个教育中心做主任啦所以
即个阿舅吼、甲孙啊吼，拢做伙伫总会服务吼，实在是足难得吼，足难得安尼。另外，佫有一位长辈，就是罗牧师的舅公，就是黄昭安老师。昭安老师伫遮无？黄昭安老师，黄昭安老师伫外面吼。好，啊，这伊诶，即个舅公吼，也是伫旧城教会吼，伫旧城教会。真感谢主，啊，咱继续为着罗牧师伊伫教会侍奉伫档案馆的服侍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啊，我较欠关。先讲一两项报告啦吼，就是讲咱即个场所人数有限制，毋过小等的即个翕相吼，要伫即个大厅的所在吼，咱请几位同工来排头前一排椅来坐，安尼可能翕了会较好势。吼其他的事务咱即个总会同工拢准备了真好势，我就无补充，多谢。这是要赠送礼品。遮依互我的顺序吼，我来遮来读。来先来请总会事务所陈信荣牧师来赠送礼物。接下来请团福会代表为正上长老。团福会有送迄个牧师服啦吼，还佫牧师证。即摆较有啦，阮以前拢无。来请个台湾新人医朱牧师。你送了怎个？即个卡怎个落来哦？继续迄个教会历史委员会老牧师。接续咱罗牧师的母会良田教会向长老。来，咱的台南中会牧团会潘牧师。咱的第一小区，接续这个古亭教会柯牧师。好。接续这个新书者杂志社。
来台湾教会公报社林主任。来接续这个真理大二，敢有来？伫顶管吗？敢有？敢是讲杰恩代表吼？哦，要紧啦吼，无咱较个补啦吼。好，咱以上敢阁有其他的？那无私底下啦吼，私底下来送啦吼。来，即点来请咱的总会长老，卫生总长老来讲和平。好，无人安尼会使。大家平安。这是我来读和平和电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读3封啦吼。建伫主内衷心祝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举行卢启明传道师伫台南中会富强教会奉立牧师感恩礼拜，做主中保，做羊良牧。我感恩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指派我做车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愿上主赐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6届总会议长施信德总干事陈信良凯全体总委一同敬贺。主后2021年8月28日，今在主内衷心祝福传道师卢启明奉立牧师感恩礼拜，衷心侍奉，恩上加恩，承接托付，力上加力。耶和华的灵要点伫伊的身上，就是予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灵，魔力甲气力的灵，财物甲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42章1节，台南中会第91届大型议长心建义牧师，开全体中委牧师长老一同敬贺。主后2021年8月28日，恭贺卢启明传道师奉牧感恩礼拜，良博上任希望地教会恩无限，上帝赏赐着听头，福音遍广传。我感谢迄个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伊。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台湾新南医董事长罗良斌院长蔡主伦开全体董事同工师生一同敬贺。2021年8月28以上。特别请这个总会总干事陈信的牧师来致辞。咱的特会员以及夏牧师以及罗牧师，今仔日的罗牧师洪牧以及在座的牧长同工，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告是对这个所在开始，所以台南是一个国度，嘛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所在。马雅各医师，伊是10世纪了后到台湾南部的医疗甲宣教，第一个来到咱台湾的宣教师。伊带着西方的医疗，上好的医疗，来到咱台湾的所在。医疗传道伫即代遮会开始，
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即个所在开始福音讲传，相信有上帝好的意思。但福音伫咱的台湾的所在，这甲文化、历史拢有真相当的关系。台南的古都，即马伫咱的台湾的所在有真好，而这个产业就是半导体的开始。但是伫医疗的顶面，是咱的上帝互咱的礼物，就是咱有上早的医疗。马甲国医师伫台南，然后马街医师伫北部，然后兰医师伫中部。北中南拢有上好的医疗，甲宣教做伙伫即个台湾的所在。那咱台湾的医疗伫目前世界的工位内底是最强的啦，是上强的。上帝施恩赐福伫咱长老会的顶面，通过先人的努力甲拍拼，咱的三间的医疗是台湾上大的一个体系，然后结合起来的时阵，而且台南的古都顶面，阁有咱的新学院，阁有咱的文化，就是历史馆。唐宋政权的宣教内底是上好发展的所在。那今仔日真欢喜，台南中会会当真好的安排协助，会当互罗牧师伫即个所在做真好的工。我相信台湾的民主运动、民主自由，嘛是对即个所在的开始。过来的历史。上帝嘛是要参与伫即个历史的顶面，通过咱的努力甲拍拼，罗牧师伫即个所在历史馆嘛要真好的建造。台南有光之教会，也有我们的历史，很好的发展的地方。相信上帝要搁伫即台遮开阔伊的宣教士伫即个顶面。望罗牧师伫遮的事工，台南中会正牧长兄弟姊妹继续为着伊头前的路来带导，也为着总会所伫即大家推动的事工，咱做伙同心、同行、同行，努力拍拼。相信民主自由的台湾伫以后更加广阔。愿上帝施恩赐福在座的牧长、同工。兄弟姊妹，以及咱台南中会的正中委同工，上帝施恩赐福伫每一个人的身上，多谢。报告部分拄只夏牧师报告了啦吼，就是要翕相咱手中咱应该拢有摕到一份的即个礼物啊吼，所以我哋要搁强调即个报告。咱来吟上营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今次所请来作导。万民，天拜上帝白行先神，阿罗三位一的上帝，真命流断的高瓦世。叫咱依愿徛伫同一个领受上帝顶悬的恩典，兄弟姊妹，咱通平平安安倒转去，伫主的恩典中间继续来敬畏上帝，得到智慧，互智慧来引带咱的脚步，嘛互咱的生命一生奉献，互咱守护咱智慧的上帝。但愿主施恩赐福咱，愿上帝阳光遍照咱，也用慈悲好款待咱。愿阿多乃。咱的上帝常常看顾咱，守护咱合家出入，殊荣共享，拢得到平安，祝福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
田角特会员出场，咱兄弟一员徛底。好，会场请坐。